航转爱照。数周周数周周数呢是一种术，陶瓷手工的技能，唔但像是规律的框架，也是特别的神态用。盆头芭蕾原本只有7家嘅名，衙内变到太体档，扭整藤等风，专业土昂来度，拍墙档无面色，等一类木竹开，等一基数点有面色，变等太阳太火神。闽农窑度火烧有料，火焰中央，焰光焰强焰风，一基一点一光面，爬上俩土壁工艺。当你面对着高2.6公尺、宽27公尺、呈现一幅超现实画风的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呢？这些与城市建筑相融合的美学工艺，是台湾独有的陶壁公共艺术。它背后创意设计，全都来自一人之手。一個作品啊，我哋一個故意一個做好嘅嘛，所以我哋見一個做一個作品嘅時候，可能有色彩全部可以清楚啊，一個變化可以睇嘅啦，一個色彩我哋見可能要。要地動嘅拍嘅，一個雖然我拍嘅，實際上也還是有色的哈。我哋很不冇愛上油分。他出生於美濃，35歲從台北返鄉。他是美濃窯的創始人、藝術博士朱邦雄。美濃雖然很小，客家地方雖然很貧窮，可是不要忘記了，我們這些客家人依舊是雄心萬丈。我就用這個意念做在我的藝術的作品上面，你看，一直到今天，你如果有機會去看那個體育科大，看這個作品的話，經過30年以後，依舊是非常迷人，因為它一件好作品永垂不朽嘛。人是泥做的，人、土地與陶藝的關係，從古至今一直密不可分。1967年，朱邦雄把陶瓷產業帶回故鄉，並創立美濃窯，從此投身做陶壁公共藝術。當時這種前衛型的藝術產業並不被看好。那個時候大家都講，美濃什麼東西都沒有，做這種工廠的，你跑回來做這種陶壁工廠，不是很奇怪嗎？而且那個時候濁水溪以南呢，還沒有什麼那個陶瓷，你知道嗎？我們每一項的零件都得到鶯歌去買，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困難。全世界獨有的陶壁藝術，在組裝後令人驚豔。從台北體大作品完成後，受到各地邀約。30年來，朱邦雄的作品遍佈全台。國內外超過50幅以上的設計創意，也奠定了美濃窯在南台灣的陶瓷產業地位。我每一本做，這是一本論文哦。我做那個什麼呢？我為那個高雄捷運做的橋頭站，那個作品是做了整整3年了。我做那個作品，實際上我是做1年我就做好了，你知道，技術上1年就做好了。那個作品很大，但是我卻花了2年的時間，我走在嘉南平原上，我在探索，在1900年的時候，台灣發生的大事，它如何將台灣帶向從一個很古老的一個世紀，帶到一個新紀元。早期我們在做陶壁的時候，博士會做一個模型來幫助我們把這個模型3D 化，所以我身後的就是一個等比例的模型。那我們按照博士做這個模型呢，再來做它後續的製程，包括它的質感處理，包括它的分割線，包括它如何切成一塊一塊的東西。那經過這個工序之後，我們才可以把這個大型的陶壁公共藝術把它分解，然後之後再根據這個模型再一塊塊組合回去。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繁複的又龐大、很需要人力的一個過程。
它需要一个团队来执行。朱俊章是朱邦雄的小儿子，念的是建筑设计。10几年前，他结束在台北的出版社跟设计工作，决定回家接手爸爸的陶瓷事业。我想每一个要继承家业的孩子都一样，在你成长的过程之中，你会想方设法的离开你的原生地，去一个别的地方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梦想。但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回头去发现很多事情，是责任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肩上的一个负担也好，那总是要面对的事情。爸妈年纪大了，他做的是一件这么了不起的工作，如果没有人承接，那不管对美浓来说，对我们在地文化来说，或哪怕是对我们自己的家族来说，都会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早期的美浓以纸伞、蓝山、烟叶3大产业为主，陶瓷是后来新兴的艺术文化产业。朱邦雄推广美浓陶瓷不遗余力，也为美浓打下了北莺歌、南美浓的称号。朱邦雄对艺术的热情也遗传了给儿子朱俊章。一個從個地方人哋結叫做幾好啊，可以抗幾久咪您跟他相處過就知道，他是個極有自信的人，對，所以你要而且他是個標準很高的人，所以要在他手下討一口飯吃，沒有大家想這麼容易。但是我覺得就是這樣的，我們即使到了今天為止，我們都以接近他為我們的目標，還不敢想說要超越他。我們博士常說，其實就幼藥調配來講，失敗的東西是你最好的老師。可是你知道，當不斷的失敗的時候，你如何把失敗的原因找出來？它可能有，就像我們一般做化工實驗一樣，它會有很多變相的差異。所以我們如何把這些問題點找出來？所以後來在這麼多失敗的經驗裡面，我們開始學習到，原來原料需要標準系統化的管理，才能夠幫我們更有效、更精確的可以找出問題點所在。朱俊章接手爸爸事業後，從最基層的作業員開始做起，一個拿筆的設計師變成每天與礦石泥土為伍，這也讓他體會到當年爸爸單打獨鬥發展美濃陶瓷產業的辛苦。其實我們一直在說，幼藥原料是幼藥的靈魂，這是美濃窯一直所強調的。不只是這樣，其實就我們古典的陶瓷上面來說，陶瓷之所以有這麼多變化，這麼多豐富的藝術表現，就是來自於幼藥上的不同。那美濃窯的優勢在於，我們不是只有操作一個幼藥，我們操作非常多不同系列的幼藥，都能夠有很好的表現，所以這是美濃窯的優勢。一筆一觸，釉藥隨着筆畫上在壺身。朱邦雄對釉藥的上色十分講究，單一種釉藥就可以燒出不同顏色的作品。如何上色，如何調製釉彩，朱邦雄自有一套的學問。同樣的是這樣，你剛才看的那個整個那個鐵釉，這邊也是鐵釉啊，好，那麼你看，如果再用銅來搭配，那你想想看，銅鐵兩個礦物質就無窮大了，啊，銅鐵兩個就很多很多了，所以這個釉藥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啊。釉是塗在陶瓷上的玻璃紙保護膜，它讓陶瓷有不同的風貌，也有更多應用的可能。釉藥最早的發現是在西元前15世紀。這種相傳2000多年的陶瓷工藝，帶着神秘的色彩，讓朱邦雄沉迷，埋首於他的研究。30-40年來，我培養了這個區塊，啊，所以我從開始的時候我知道它很重要。那麼我不會像一般的做陶藝的，他們比較着重於做陶藝的方式來表現。我比較花時間呢，花在陶瓷釉藥。而我個人在陶瓷釉藥方面的精進呢，我絕對有30年的功力啊！
而且我几乎每天都在做。上了釉的壶身经由窑烧幻化为陶瓷艺术，这些陶艺带动了地方产业，也让美浓人为它骄傲。83年2月份來嘅，都近26年啦。當時係因來嘅時節，又係越南菜啊，係間越多啦，平常就過少啦。從現在做畢業嗰啲時節，以後去做他們去使用前責。仲係人呢邊人入皮嘅奶。一新奶有雷嘛？有啲新嘅，新嘅，來5噸的那個。當時我們主要的師傅，因為我們回來美濃的時候，在美濃當地完全沒有任何的陶藝資源，所以我們無論是人才、物料，甚至設備、機械，全部是從北部帶回來的。我們博士是蠻鼓勵他們出去。那當這種分出去的家數多了之後，就慢慢形成一個我們其實前幾年經濟部我們政府單位在推的群聚，就是產業群聚的效應。群聚效應的產生，讓美濃陶瓷產業從上游的原料到下游通路一條龍經營。在全盛時期，有30-40家陶瓷工廠在美濃設立。朱邦雄帶回來的陶瓷工業，支持了美濃100戶人家，並讓許多美濃人陸續回鄉發展。最重要的是，很多年輕人看到窮鄉僻壤的地方，尚可開闢設置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這種陶幣公共事業，所以大家就很勇敢了啊！這麼難做的地方，我們都已經做出來了，這樣子，所以陸陸續續的很多年輕人就回來開疆闢土的去創造他們的產業，很勇敢的回來。我想這也是受到美濃窯的影響，我想這是很重要的。還有我們這個那個覆蓋的部分呢，在這個覆蓋的部分呢，我們要講究的是它這個線條哈，在這個線條的那個結合處啊，這樣子。在讀高中的時候就讀奇美高中，然後那邊有看到博士的公共藝術，然後覺得還蠻向往的，可以做到那麼大件這樣。張仁憲是高雄旗山人，大學畢業後就來跟着朱邦雄學陶藝。就是吸引，就是比較喜歡美術這一方面的，對，因為我們比較缺乏美學的話，在鄉下也是很缺乏，因為在都市都有一些像藝術活動啊，可是像鄉下就沒有。可我覺得美濃窯就是吸引我們年輕人來做一些文化的發展，對，然後去讓大家更了解我們家鄉有什麼東西這樣。曾經像張仁憲一樣回鄉跟隨朱邦雄拜師學藝的年輕人，憑着對陶藝的熱情，把美濃的陶瓷產業推向巔峰。但好景不長，1995年，台灣的陶瓷產業面臨了景氣低迷、工資問題以及同業的削價競爭。朱俊章發現苗頭不對，決定轉型。我們走2個不同的品牌路線，那日後無論誰來接棒美濃窯，我接棒，或者是我的下一代，假設可以一直傳下去，其實還是 follow 這個概念，是美濃窯會是一個比較親民的品牌，它不會像以前高不可攀。那但是朱邦雄這個品牌就是它會更像一個風格的傳承，它更像個流派。朱俊章憑着在台北企業化的管理經營，擴大規模，讓員工分工合作，添購大型電燒窯，建立各項產業線，再次打響美濃陶瓷的品牌。而美濃窯這個品牌就會更開放，我們需要年輕的設計師一起進來，甚至是異業的結合，非陶瓷的設計師進來，哪怕他是做織布的或做插畫的，我們都非常開放，希望他們的東西可以跟我們美濃窯品牌陶瓷去做一個結合。兒子回來接棒，負責經營品牌行銷，
朱邦雄更潜心于他的陶艺创作。平常我做工作嘅時候，我做作品嘅時間呢，我都推我嘅又係咧我嘅專屬嘅工作室啦。啊，我哋嘅所有嘅創作啦，我哋要設計新產品啊，有乜嘅像我新人嘅新計劃啦，全部掛推喺這邊嚟做我哋嚇。所以我哋見你多一個地方嘅，我可以看到我嘅工作室嚇。哦，看下作坊地方，我哋有好多嘅釉藥嚇，釉藥嘅飾片，一個釉藥嘅飾片呢，對於我哋陶瓷嚟講係一個最沉用嘅一個學問啊！你們好，我哋一般咧推我哋嘅一隻邊咧，我哋有一個新嘅計劃，我哋想去做一批用我哋嘅國本手出嚟嘅一個茶壺嘅。这里是朱邦雄的创意小天地，已经70多岁的他，现在依然对陶瓷艺术保有着不灭的热情。很多事情呢都是迟早会发生的，只是我们能够就说能够看得更快，看得更远，所以自己要想办法转变。你看，所以我现在变过回来做什么呢？我也学人，我在做什么呢？做陶壶。所以我跟很多学生讲，当你想要学设计的时候，你本身就是要具备一种顽童的心态，你的点子才会多嘛，是不是这样？30年前的冒险创立，30年后的转型再造，朱邦雄父子一同经历了美浓陶瓷产业的风风雨雨。我哋又係磨砂藥嘅，全部係磨砂藥。你哥去用沙麦辣椒水，所以要感谢我的父亲，他把我留在了美浓，亦或是他吸引我回来美浓。如果我们产业要做得更大，我们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的话，一样会跟我一样重新扣起这个连接。在外的游子重新回来，会带来新的观念，甚至会带来新的土地的看法，而成为新一代的美浓子弟。土代表着对家的情怀，一窑沉香成一品，更成为父子两人对家最美好的记忆。行转崖中，苏州做树做树呢是一种术，陶瓷手工嘅技能，唔但像是规业的框架，也是特业的神法用。盆头芭蕾原本只有7家嘅名，衙内变到太地档，neu整藤灯风，专业陶昂来度。拍牆當無面色，等一類木竹開，等一支樹點有念色，表等太陽太火神，面濃油度火神有了，火焰中央，焰光焰強焰風，一支一點一光面，爬上倆頭壁公益。小巧可爱的杯子，熊造型的模型，想要自己做体验吗？来到这里准没错。我们现在用手掌的这个位置去拍，来试试看。对，很棒。接下来要看一下哦，哪边高高的，我们就再拍一下，高高的拍，往下拍，把它拍平。我们要把它平平的。好，来加油，拍。对哦，很棒哦！你觉得有平了吗？这里是高雄市近来新创的亲子手作游憩空间，老师会带着你一步一步亲手把陶瓷杯完成。然后来，我们今天要做的杯子啊，里面有什么？有什么？这是什么？怪兽。有怪兽脸，对不对？你要不要也做一个脸连在你的杯子里面？好。那从2岁就开始，我就到处这样子带他上课。这边的环境我也觉得还不错，对，那他也对这边蛮熟悉的，这样，对，他带我上来的。这里的手作教室采互动开放式的教学，宽敞的空间还可以举办多人的活动。
我们其实一开始是有一个 slogan， 就是叫做“你的手作便利店”。我们在市区，在文化中心旁边，一个交通非常便利、很容易到达的地方。那你今天随时想要做一个东西，不管是打发时间，或是你想要赠送的好友或是爱人等等的，你有一个目的，想要很轻松的完成一个作品，所以我们是以这样子一个便民的方式概念，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以随到随做的手作便利店，让体验教学深入社区。这样的服务其实是朱俊章最新的陶艺推广行销方式。到时候我们再把分件，就是吻部的分件，还有头的分件，还有耳朵的分件，然后再加上饰品。对啊，然后再这样颜色，它可以是加价，就是它可以是选配，它不用是一定的，但是基本你要组成一个 case 这样子的话，它就是头耳。然后你说罐子是大小两种，对不对？梁玉娟是朱俊章的妻子，之前也是负责公司的行销工作。2015年时，在朱俊章的鼓励下，两夫妻共同在高雄市成立一个推广陶艺的手作平台，让美浓窑的文化也可以在都市扎根。颜料一没了就沾，对，就是不要害怕它厚。那我们基本上在这样子的厚度都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发现它开始有结团、一块一块的疙瘩的时候，就表示你可能太厚了。这个时候再注意一下你的厚度就好。像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有一点厚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手去这样子把它磨，对，慢慢的磨，它会变比较平一点。我觉得它超越了原来我们对它的想法。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推广嘛，那推广的唯一的核心思想就是我要接触更多人。那其实像我们以前做陶艺推广，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陶艺是一个，我们一直强调它是技术很繁复，对不对？要一般的学徒要3年4个月，你才能够做出一个像样的东西。或许这个就是在造成我们美浓当地或者是我们南部周边地区愿意学习陶艺的人越来越少。梁玉娟原本是位国小老师，嫁给朱俊章后才开始接触陶艺产业。她对教学在行，但要出来创业，经营一家手作平台体验的公司，一开始也是兢兢业业。她常常会鼓励我啦，因为我常常会质疑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创业，然后我凭什么创业？对，我并不是商人，我也没有商业头脑。那我就是这样子硬做，对，这样子真的是适合的嘛？那他会给我一些鼓励，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其实我是一个适合去做统筹的角色。像你这个，它会有草莓啊，然后点点嘛，所以你就是在这个主体之外，你还会有什么装饰啊？我觉得不必迁就一定上面的甜点跟公仔本身是统一颜色。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要有关联性，就是它不一定要是同色系，但是他们要有一个。对，那你可以是冰淇淋配那个 Elsa 就没有问题，对不对？香蕉船。开课程找老师互相讨论，梁玉娟向平敏三郎努力做好陶艺推广平台的统筹角色，但创业最困难的点就是客人会不会上门的门槛。开店之后就是一整天没有人的情形，甚至连电话也没有的情形是有的，对。但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会比较 focus 在一直开发新的课程，一直曝光，尽可能的曝光。当时会做一些像这样子免费的体验宣传，然后让人进来。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好像打不出去。但是其实会忽然就在某一个 timing 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成果了，然后之后开始人就会越来越多。最困难的关键点冲破了，夫妻两人打造的体验教室由陶艺再转型，也渐渐有了亮丽的成绩。平日可以举办2到3场不同的大型活动，而且课程不仅越来越多元变化。梁玉娟也把艺术教育平台增加关怀，成立喘息咖啡体验教室，让照顾者来到这里可
可以得到休息与快乐。我觉得它反而是帮助我们去做了一些我们原来在乡下的美浓郊区的小工厂营生而已。你怎么能够想到原来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以前服务的就是美浓区嘛，我们的邻里我们的社区顶多就这样。那他反而现在帮我们可以服务更多人，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教室打开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清洁及消毒。受到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为了不让学员及老师们担心，梁玉娟做好防疫措施，让小朋友和家长能放心上课。早安。早。来，我帮你量一下额温哦。好，364，手松。好，谢谢，我带您过去哦。来，我们这边请。这个空间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是你们今天可以使用的。那前面的桌子已经帮你准备好。嘿，那如果有任何需要再跟我们说。谢谢。我们全盛时期的话，以平日来说，我们大概一天可以安排2到3个活动，一次大概就是10几20个人这样子。对，然后周末的话，当然活动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在做场地租借这一块，所以厂商进来，他有可能就是100来人这样。对，所以像其实现在疫情的影响，场租也会有很多顾忌，所以其实我们这1、2个月场租延期的部分也蛮严重的。所以还是希望赶快疫情赶快过去，赶快好起来。黄小娟是专门教学龄前宝宝课程的老师，每个礼拜都会向梁玉娟租教室空间做教学使用。今天出来玩，天气真好，亮亮的。就是像这一边的场地呢，因为他们也有举办很多的活动，那也有很多是适合我们的对象年龄层，例如说1、2、3、4岁宝宝的一些活动，所以当大家来听我们的故事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去看到这边也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不止推广手作体验，梁玉娟也成为外部老师的媒合人，大大让许多工作坊降低成本。场地的成本部分的话，就帮助非常大。对，因为我只要负担我来的这1个小时，或我来的这1、2个小时而已。对，但是你可以得到的效果是很大，包括店家这一边，他可以有更多不一样性质的人来看到他们，那我们自己的客人也可以从他们这边看到更多活动。对，成本的部分当然是很明显的，因为就跟自己开店比起来差很多。挑一支你喜欢的。这个。我要画眼睫毛，等一下。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块，它是一个非强制性的，那是一个随意的，或是你可以自由参加的一个东西。所以要怎么样让学生跳脱教育的本质？我们要把教育这件事情，把它包在一个看起来很轻松，你是来玩的这个糖衣的里面。好，这个步骤呢，等一下我们的干燥花事先要把它摆在白色的这张纸上面，就是做中学习，然后觉得蛮好玩，而且蛮有意义的。小孩子可以透过学习做的过程里面学习到一些东西。你要帮他剪头发。我就是有看到广告，然后觉得说这个活动还不错，就想说带小朋友来参加。对，然后因为我觉得现在疫情影响还蛮大的，那我就觉得说，在这边其实还蛮放心的，假日带小朋友来逛一逛，对啊，就不会在家里闷坏这样子。推广教育不只等着学生来，也要试着走出去。梁玉娟尝试和多方的业者异业结盟，开发新的客源，也让更多人可以经由手作体验到艺术教育的魅力。
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南高雄的地区，那所以这个定点的关系，所以客源它可能是有一个限制在。那我们很高兴说有其他的像是百货或是其他的单位业者他们的邀请，那让我们可以踏出这个区域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对，那这样子的关系也让我们可以拓展蛮多不同的客群，然后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稍微再加强。其实这边固定住之后，等一下卡下去，旁边不足其实都没有关系了。如果没有认识美浓窑，没有进入美浓窑，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也不会有现在我们的这个座这样子。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原本只是推广陶艺行销的想法，经由5年来的转型、期待再改变，朱军章和梁玉娟创立的艺术教育平台，从美浓乡村出发，延伸到高雄市区，触角扎得更深也更广。希望能够有更多人透过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一方面对大众来说，更多大众认识美浓窑这个30年的老品牌，一个在地特色或者是一个很 local 的一个品牌形象，我们可以打破这个，能够借由做推广，能够变成一个比较年轻化，甚至比较大众化的一个品牌。人离不开泥土，也离不开故乡的土地。美浓窑烧新文化，父子合力让艺术在故乡扎根，夫妻联手打造艺术教育平台，让艺窑成乡成艺品，更成一方美学。